哎，主席，好，OK。哎，诗会，啊，诗会。哎，紫色可能大声一点，紫色，哦，好。红色。哎，黄色。蓝色大声一点，蓝色，好。橘色，OK。
两位兄弟平安。啊，透早来教会的时候，你敢有听到咱教会外口后花园遐鸟仔食咧唱歌？今日真热烈哦，今日真热烈哦吼，迄个声音足好听。吼，咱真欢喜，咱来教会，咱嘛会将咱的囝、咱的孙带咱教会内底，因为咱望伊伫细汉的时阵，因会在一个环境内底来接触信仰，吼来这个所在。我想咱有真侪人吼，特别是长老咧问道理的时阵，阮常常拄着的是，啊，你哪会想要搁再一届伫可能年老啊是退休以后，你来到教会中间，啊，甚至讲你愿意立志要跟对耶稣。其实迄个记忆吼，常常是伫伊真少年的时阵，甚至是囡仔的时阵，伊可能捌甲伊阿公阿嬷来教会，吼，迄个记忆，互伊愿意搁再一届行入教会。我想迄真重要。啊，咱嘛有一寡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吼，伫迄个学校的中间，伊嘛，互伊有真有迄个气氛伫迄个所在。吼，特别咱若有机会去到真理大学，咱就看讲伊有真水的教堂，啊，内底嘛有真好听迄个风琴伫遐演奏，而且风琴嘛爱维护吼，迄是真大的一只，吼，所以咱今日嘛爱为着即个真理大学的风琴来奉献。吼，啊，特别是即摆天气足热的哦，变化足大的，吼，所以大家要注意家己的身躯，吼啊，穿衫吼，若要出门爱注意啊哦，即摆暗暝会冷啊哦，吼，落一片雨就一片寒，因为咱渐渐进入秋天啊，所以即摆就是逐项拢啊传好好啊，吼，即时咱嘛疲惫咱的心，进入咱礼拜，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主，恳求你教阮三个伫地。恳求你帮助阮，当阮袂记个爱传啥物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当阮软弱的时，求你伸手牵阮；当我服侍的时，求你用你欢喜的面来见阮。主啊，恳求你帮助带领，当阮每一遍踏入你的殿堂，阮拢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行你的礼拜中间，嘛得到快乐，继续跑走阮人生的路程。主啊，阮每一遍的组织，都互阮更较亲密；阮每一遍的分散，都互阮更较有快乐。恳求你帮助带领今日所有服侍的人员，在主你面前献上芳芳的祭，得主你的欢喜。祈祷奉主所给圣名求，阿门。可以。安尼有声吗？有啊，感谢主，好，已经有声。好，咱即个时阵，咱先来第一首是咱的新生诗306首，306首，哈。是一首专门咱轻快的歌哈。咱做伙来吟。我的心里着乌落主，着乌落主眼跟生命，我的心里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感谢主，咱再来唱一摆吼，尾头到尾啊，再来唱一摆。
唱，你有咧拿学乐无？你感觉安尼有够欢喜无？无够吼，有够无？无啥够。所以呢，这个时阵啊开始，因为这是一首德国的诗歌。好，德国诗歌为倒来？为咱的诗篇，诗篇第103篇。来，我来读互大家听。打开始2站尔吼，103篇，咱的台语和日本讲安尼。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凡啊伫我内面的，你着学了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哩伊一切恩惠。你感觉伊为咱的诗篇103篇来，有完全共款无？无，是安怎无？因为这首诗歌直接为德语甲伊翻译过来咱的台语。吼，咱的台语和日本是根据咱的圣经，咱的圣经吼为希伯来文啊，一直翻，才翻到咱台语嘛，对无？吼，这首毋是伊直接为德语来翻过来，所以意思共款，但是歌词无完全共款吼。咱即马要来增加咱学乐的迄个能量吼，学乐的迄个气来，所以咱即马要安尼，大家拜托这边的吼，圣诗甲献开。来，大家退退，圣诗甲献开，哈，献开306首，甲献开哦。因为确定啊，恁要为下一页，确定啊，请恁一个开始唱的时阵，咱来考验咱的伴奏，吼，咱的今仔日抒琴，吼，咱的你一个开始要唱的时，就是要唱我主为遐开始唱，吼，这边的呢，咱为头开始唱。咱看会拄啊好袂？看你有较欢喜无？有较学乐无？安尼好无？好，开始咱征召来，准备好袂？这边的较艰难咯吼，到再有诗班，好，开始。哦，真水呢！很好，这边加油哦！我的心灵唔通袂记，一切好事。学乐无？吼，这是德国人足牛的，伊轮唱，吼，轮唱，但是做伙唱，吼，是轮唱，但是做伙唱。写这首诗歌啦，怎么来搞吼？明明唱无共款，合起来拢足嗨哦。这个咱抒琴嘛足厉害吼，因为谱就是写安尼，吼，所以你哪唱，咱感觉有敢若咧伴奏，敢若是弹我的呢？另外一边的嘛讲无啦，弹我的啦，到底是弹倒一边的？唔知影，咱搁唱一摆就知影吼，嘛是共款哦。恁为学乐开始哦，吼，恁为头开始哦，吼，大声甲学乐哦，安尼好无？来开始。我的心里着学乐主，着学乐主阳光生命。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我的心里着学乐主，学乐天天天天生命。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定。好，来过来，咱嘛要过一个较无共款的学乐。既然我看这边足侪人拢甲姓氏已经变出来吼，咱即晚要分性别，吼，咱若是兄弟，咱就为学乐开始，看好势吼。咱若是姊妹，咱就为头啊开始，安尼好无？好来，征召一个。姊妹哦，我的心里着学乐主，着学乐主阳光生命。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
要安怎学乐咧？看你欢喜安怎学乐？吼，看你是要为学乐开始学乐，还是要为我的心着学乐主开始学乐？吼，拢会使，安尼好不好？吼，咱大家看，安尼看咱确定啊，所展现出来是安怎？咱属于你咱今仔日文山教会的学乐，安尼好啊？好，过来咱第二首。谢谢丁姐，来过来，咱第二首诗歌，第195首。这是一首1994年才写出来的歌哈，台湾人写的歌。这首诗歌咧写的是蔡定做牧师，因为伊要做一个讲道毕业的讲道片，哈，对新人伊要毕业的时，伊咧传伊的讲道片的时阵，伊就感觉。伊就想要有一首诗歌，是会当回应伊迄天讲道片的，所以就写出来这篇。来，咱歌词看卖，你感觉这个咧写啥物？耶稣设的譬如有无？倒一个譬如？夜景的譬如，吼，记伫咱的马太福音内底夜景的譬如。所以尾啊，伊写好了，受到上帝的感动，写好了，把心就摕去互伊牧师娘。伊牧师娘讲啊。遮尔好的诗歌，我来为着伊谱一个曲，吼，就甲伊的曲就谱出来，简单的曲，互咱会当回应上帝，互咱的听，吼，希望福音亲像种子，拢会当种伫这个咱的心是好的土地，结果伊会当结实60倍、100倍，安尼吼，来，咱做伙来唱，预备来。我的心是土地。在你的话是真挚的我心，经不移，我那前行，我追就要结实其他人今仔日所听的，拢会当亲像种子种伫咱好的土地，互咱会当繁衍搁结实多多。好，以上是咱今仔日的练习，咱练习到这。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博扬伊的所做，
着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这是咱三甲来吟新圣诗，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学乐主。这首歌咱等吟的时来吟2遍。圣诗第306首，我的心你着学乐主，着学乐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圣诗第306首，请咱起立来吟2遍。我的心你着学乐主，着学乐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着学乐主，荣光圣名。我的心你毋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学乐我主，我的心你着学乐主。请坐。这是咱用耶稣基督所教示咱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启用，今仔日要启用的启用文是第1篇，也是《申命记》第6章。启用文第1篇，现着我来启，恁来用。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做，伫路里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阮伫每一工拢要大声来学乐你。感谢主，你伫每一工拢互阮有新的稳定，有新的快乐。求主继续帮助阮，用真实的信心。甲感谢的心来领受你对天所赐丰丰富富的祝福，会当互阮好好认真来过每一工。主啊，
即时，阮也要安静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因为阮常常伫生活中间无注意，若是无细腻，就讲无好听的话，做你无欢喜的行为，因为安尼来伤害着阮身躯边亲人、朋友、兄弟姊妹。阮袂记你主你所教示阮的，着疼厝边亲像家己。主啊，求你帮助阮，教示阮，互阮会当看见家己的歹。求主怜悯阮，互阮脱离罪恶的捆绑，洗清阮一切过犯。主啊，阮嘛常常袂记你主你的慈爱甲恩典。阮有时看轻家己，灰心丧志，对家己手所做无啥物信心。主啊，阮伫遮求你，阁一摆帮助阮，互阮的目睭离开遐，互阮忧闷烦恼的代志，提醒阮着爱注神来看耶稣，常常祈祷，将遮的重担交托伫你，无搁倚靠家己，全心仰望主你。阮着对你遐来的信心来面对逐项的挑战。主啊，阮也要为着青少年因前几工到南方澳教会遐来出福音队来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感谢你，互因伫咧遐的服侍。主啊，有对你遐来满满的祝福甲看顾。伫咧遐嘛做真好的福音的宣传，照顾遐的细囝。营队福音队已经平安结束，即阵青少年嘛转来教会。主啊，嘛求你继续加添因气力甲智慧。我嘛感谢今仔日主日，主你有差遣真理大学吴牧师来到阮中间，要来分享甲正道。求主你的圣神甲吴牧师甲阮众人支持，互今仔日牧师所要分享的道理，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为头到尾，拢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咧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20节。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传第4章第1节到第20节。现着我来读。耶稣搁伫海边开喙，假使有几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直到伊上船，浮伫海面底坐，众人拢划近海，徛伫搭地。伊就用譬如教示因做项，伫教示的时，甲因讲：着听啊，恁看，有夜景的出去夜景，夜的时有个家老伫路边陪鸟到一阵食伊。有个家老伫石架的底涂浅的位，因为涂无深，就发真紧。若是日出晒伊，因为无根，就高大。有个家老伫刺仔内，刺仔发起，掠破伊就无结实。
有的家老伫好的土地就发起拿大肠，结实有的30杯，有的60杯，有的100杯。搁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第10节，耶稣家己伫地时，缀伊的人甲12个学生问伊遮的譬如，伊就甲因讲：上帝国的奥妙有互恁，若是遐个外面人，凡事是用譬如互因，看会看也袂见，听会听也袂明，惊了因活恁转来得到赦免。13节，搁甲因讲：恁袂晓得即个譬如吗？也太通会知种譬如啊！也种的是报用道理，也伫路边报用道理的所在的，就是人听道理，撒旦念咪来，将所压伫因心内的道理抢去。这会亲像压伫石架的地下，就是因听到道理，念咪欢喜承受伊。若是内面无根，不过是暂时若定。到为着道理拄着有患难、困着，连面吊打，也伫刺仔内的，就是人已经听着道理，就世间的看路、钱财的迷惑，甲别面的私欲入来，掠配遐个道理就无结实。20节，这也伫好的土地的，就是人听道理，也承受伊。也结实，有的30杯，有的60杯，有的100杯。读圣经到这，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是“将你真道刻伫我心”。
支持讲道，咱请欧牧师伊仔讲的题目是夜景伫咱的心田。心田。心田。主来所敬听是心的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有机会来到咱的教会，这间足水的教会，倒位水？赞！搁有呢？外口毋是有鸟啊，嘛水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先讲我的名吼，恁敢有看周报？要安怎读？我早起是有介绍，我毋是台语，我毋是台语人，安尼敢听有？我是台湾人，毋过毋是台语人，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我自细汉伫台北大汉，我是到台南新学院才学台语的，所以我的台语拢我家己的腔口，反正恁听有就好啦，安尼。所以我明仔要安怎读？甲恁考试。啥？念得好，乌佩慈是华语发音，台语嘞。因为充沛的沛爱读派啊，乌派族。我之前讲笑吼，我的名足厉害，个乌，个安怎？派。所以对，我的台语名乌派族。K.E. 武批词，华语乌佩慈。好了，我比较习惯乌佩慈这个发音因为台语堂嘛是爱讲台语然后我即马伫真理大学学师，所以今日会当来到咱中间，头拄对了有小小预告一个，敢有听到？毋是为着学校的经费哦，是为着学校的管风琴。等下才甲大家加分享，也毋过真欢喜当来到咱中间。做伙来敬拜，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今仔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恩典，互调因带阮众人诚济你的囝儿，今早起会当做伙主持，来准备先领受你的话语，愿信心做工，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现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伫主耶稣教示的真侪方法内底，一种较趣味就是譬如，什么是譬如？犹太的列比讲有可能是迷猜，或者是预言，或者是真言，就是将一项代志提出来比较，然后原底是无啥相关的代志，放做伙来想一下。伊有诚深的意思，就有一寡，譬如讲，真正是无关系，但是放做伙去食歌啥庙公，敢有啥物地带？无嘛蒙达咸西裤，有诶，安尼，放做伙想一下，会当真自然来体现一寡代志的本质，安尼叫做譬如。咱若是认真来看主耶稣福音书内底有诚侪譬如对无？咱有读过今日的譬如啊，其实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拢有啦应该知影。小可无相像，要毋过咱是用马可的经文来看讲譬如会当来想象一下，要毋过有时有可能着误解，就是其实是讲即个意思看去想去别个位安尼。要毋过，因为今日的譬如，咱应该拢有听过毋捌听过野手，会互恁运动一下，无听我讲倒等的伤久。会听过野手？好，来，请放下。袂野手一个。虽然真俗，也毋过今仔载咱会当透过上帝话语，搁一摆听到一寡新的关系咱生命的线索。对马可第3章其实我忘记要按这个了啦，看得很开心，谢谢被我一按不见好的，好。对马可第3章开始，其实有记载，无论耶稣行到周围，拢有一种情形，就是众人围跪伫伊的身躯边。耶稣就想着人的反应
真趣味哦，人拢徛伫遐，伫人的厝内底，有可能伫山顶。要毋过第4周第10节开始，记载啥？我用版本甲头拄仔词汇读得小可无相像，要毋过咱做来读者好无？请耶稣过一遍伫加利利湖边底教示人，有一大群人聚集徛来伊遐，伊煞着去坐伫船顶，船伫湖面，规大群人伫岸顶。我用现代台语啦，这毋是台语人的吼，现代台语较水，较会晓读。这亲像是圣经作者特别安排啥？主耶稣教示的所在，拢甲犹太的拉比无相像，犹太拉比拢伫会堂内底吼。也毋过耶稣较侪时阵拢是伫大自然的环境吼。咱教会足互人形成吼，对无？伫文山区，是安尼读吼，文山区。文山呐，甲我骗，想愈头愈奇怪，好，袂要紧。即个埕每间教会拢有哦，无？哦，咱搁较边啊有树啊，我来问一个问题：你顶一遍吼去到大自然的环境的中间行路啊，欣赏一下，停落来欣赏的野树有无？一礼拜以来敢有？真好，无说你来欣赏一下，才会回有。其实，咱若是到一个环境吼，体会享受一下，静落来，有树啊，敢有好好家看一下。无啦，爱行过啦，足赶的，足无用的。有啦，上帝带我去前日大学上欢喜的，就是学校真正有够水的，迄树啊。顶一遍有一寡兄弟有来参访吼，有看到吼，水甲吼，好。也毋过，就是伫大自然的环境中间，咱若是拍开心吼，真紧就有一寡感受啦。树仔骹，热天的时阵，树仔骹有好无？好，足好个啊！所以类似安尼。然后圣经吼有写一寡资料，毋过一寡咱毋知，譬如讲，哇，耶稣会当坐伫船顶吼，太有船会当互耶稣坐，啥物人的船？敢知影？我毋敢讲哦，咱知影耶稣的学生中间有至少4个人是讨费的啦吼，所以有关系当借着船，安尼无问题。比着我真正毋敢讲吼，也毋过就拄啊好，伫迄个时阵，哇，坐伫船顶，然后耶稣因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就表示耶稣教示内底，毋若即个譬如，佫有足侪譬如，然后。咱有机会继续看圣经就有啊吼。然后耶稣一开喙就讲啥？4章第30，这先顶头哦，来请，着注意听。第4章第90，佫讲啥？有耳孔通听的人着听。咱过去看这个譬如，敢有注意到这2句话？有啦，无输有听头，因为伊要讲道之前都有研经吼。也毋过。着注意听呢，然后譬如讲了是讲有耳孔通听的人着听。我这遥控笔放落来是，看我一下哦，叫恁看者。咱一般听拢安怎听？有看到我无啦？咱无人笑，咱安怎听？敢看有？嘿啦，一边听一边就出去，对吧？不好意思，三哥，这样啦。他在我旁边看完，我想说，也毋过对犹太人来讲吼，听有真深的意思呢。为啥物今日去英文爱读《申命记》第6章？敢有人知？《申命记》第6章第40，做伙来读。以色列啦，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你的耶和华。后一句足实的来，你着真心、真心、真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他会讲着听啊，爱听啥？这段话是犹太人认为足要紧的经节，叫做什么？对因来讲，要安怎记得这个代志？咱课文中间有讲啥？爱困教示恁的家己对无？无论坐伫厝内，行伫路呢。倒地也是起来，拢爱念吼，搁爱安怎？扒伫
手呢做记号，把伫额头提起，搁爱安怎？写伫门遐，搁爱写伫城门，四界拢看会到，意思是啥？你爱下个字爱做啦，对无？要紧诶代志，即摆拢足重要，讲3摆吼，对无？也毋过迄时就是无论伫啥物所在，着甲人提醒讲，你爱听，你爱听，注意听啥？咱爱信用爱有听，也毋过犹太人听毋是安尼啦，那是咱啦。伊爱听吼，爱先听记。吼，偷偷甲恁分享一个，我早起就甲团导讲吼，我若是有讲哈的时候，表示我听袂着，因为我鼻仔塌掉，我耳仔顺线嘛塌掉，所以有时真正听袂着，安尼啦。吼，所以万不等下你甲我讲哈一个时阵，请你讲较大声，我才听会着。要毋过犹太人会听，爱先听记。第一项嘛，无听记要安怎听？然后爱思考一下，了解了后，搁爱安怎行出来？搁讲一摆哦，爱听记，爱思考，爱了解，搁爱了解，搁爱行出来。所以应该听完整的听是安尼啦。吼，咱若是教示咱的囝儿实势，上好是安尼听啦。吼，敢有困难？袂要紧，要毋过咱听上帝话是爱安尼听，爱听见，爱思考，爱了解，搁爱行出来。所以主要说，即是讲即个听吼，较接近迄个听谈，吼，听从，吼。然后咱会当将耶稣讲的譬如来分两组啦，一组叫做失败的夜景，一种叫做成功的夜景。失败的夜景是安怎？是立伫路边、石头地、土浅的所在，甲立伫气配内底。成功的夜景咧，哇！立伫好的土地，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四章第3章，敢有啥？有吼，果然我的耳孔无好。有一个亚经济的人出去亚经济，伫巴勒斯坦地区吼，冬天是落雨季的时阵，然后吼秋天是亚景啊，冬天有诚侪水安尼灌啊，伤冷啊，到春天才普雨，所以着爱等待一下，然后经济到底什么所在有要紧无？最要紧诶，吼，袂当学白野啦。也毋过因为是譬如，所以才有机会搭伫一寡真奇妙诶所在。第一种失败诶譬如吼，夜经济就是立伫地路边，伫新约旧约内底，常常会用道路来譬如上帝教示。所以，若是行伫路顶诶人，就表示伊是行伫上帝教示内底。安尼会当了解吼。也毋过，若是立伫路边呢，无遵守上帝命令啦，所以主要说警察就是安尼来，譬如遐个拒绝伊的人，有条，要毋讲去拒绝，撒旦会亲像飞鸟，将因安尼食去。第二种呢，失败的，咱做来读册，为立伫石头地、土少的所在。因为土无清，就真就腐硬。哦，土真浅啊！其实家己伫地区吼，土质无介适合种植，因为较侪所在吼，土真正真浅，安尼挖落去就安怎？拄着石头啦。有土会当生长，要毋过安怎？根无法度入去啊，所以日头结出来安怎？泡死啊！真诶，所以啊，所以安尼会来譬如遐带一寡目的来亲近伊诶人，无说讲安尼遮奇怪，有人带目的来亲近耶稣，敢有？有呢，袂少呢。有诶人有可能来到耶稣面前是爱求医治，有咧求生者，阁有咧。有可能，阁有一大群人是要求耶稣来做以色列王啦，惊无？有吧？所以当遮人得到医好，当因有机会分享着耶稣的鱼甲饼的时阵，
当因伫耶路撒冷大声喊讲何塞那何塞那的时，哇，因底调调的。也毋过，当因家己本身拄着一寡患难困苦，当主耶稣受钉伫架顶的时阵，当因发现军队耶稣得袂着遐荣华富贵的时，因真凊彩着放弃来军队，气煞迄个信心伫因心内底破下，就亲像日头一个出来，一个啊就跑死共款。第三种吼上无彩，做伙来读册，有诶落伫气配内，车大丛起来，甲伊翕死，就无计死。现代台袂歹吼，翕死。哇，有呢，真落去啊，有军啊，会当成长啊。也毋过，才会真正开始成长诶时阵，爱面对遐企业竞争啦。这落伫车内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就是真正落伫迄个还未准备好诶土地内底啦。亲像马可第1章第3节有讲到一句话：未办做诶道，有印象吼？啥物人讲诶？啥物人伫做诶？行实个约翰对无？最后所用安尼譬如来甲遮上亲近伊诶门徒。来，甲因讲，甲因提起，虽然这信心伫因心内底有根，总是有可能就是世间的看路、钱财的威胁、巴袋米，或者是逐款的需要，是伫恁的心内底，就是即群上亲近主的门徒，伫主耶稣上尾后的路程中间，走了无剩一个人啊！什么人才会当得到应允的土地？是啥物人？好，听到三种失败的夜景，吼，咱来看有愿望的成功的夜景。什么是成功的夜景？做来读册，有的落地好土地就发芽成长结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有好无？好。感觉好诶，敢有2-3个人了，心内底讲好，歹势回答不要紧。好，然后真趣味诶，讲这安尼阁讲这，准伫乌里规大阵诶人伫华顶。这希腊文原文吼，好诶土地是先写好土地才写好，然后下骹写这啥？华顶吼，甲这好诶土地共一字呢。中文安尼写吼，迄翻译的人会互人拍尻川。虽然原文是共一字，也毋过伫无共所在，翻译互咱读中文、读台语看有啦。所以，甲咱提醒啥？这无相像，就会较无平常的写法，爱甲因提醒一下。因是听这句言人，咱看无毋知。安尼一个讲的时阵，甲因提醒讲吼，你该准备好啦。你爱准备好，准备啥？准备好的土地，就是遮个人口徛伫岸边，遮个群众，因愿意专心注心来听，来听见上帝话语，思考了解，搁去行的，安怎行？用生命来回应来实践的人，就真做上好的典范。所以其实备办好家己的生命。就是备办好的土地啦。只有咱备办好的时阵，上帝话是来安怎，才会当有成长啊？无呢，行半步。好亲像迄种子就是立伫路边，真侪石头土浅足侪，或者是气配内呢。若是咱备办好咱家己的生命。备办好迄个土地，上帝话会当真入，会当改变，会当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就是成功的夜景。然后耶稣透过这个譬喻吼，佮将军队伊的门徒分做外面的人，甲内面的人，做伙来读11节，请
上帝国的奥妙已经有予恁，毋过对活人逐项拢是用譬如，有吼活人呢，咱敢已经是内底的人，还是阁是外口的人啊？即边讲到恁吼，毋若只有遐个门徒，毋是只有12个门徒，是关于听探主的话的人。刷落去，马可引用先知以赛亚话，讲一句话，咱搁做伙来读12节，请。要互因看搁看，嘛看无；听搁听，嘛无了解。若毋是安尼，因为回心转意，上帝就甲因赦免。搁一摆看到现代台语的好。原底即段的圣经记载的背景，就是先知以赛亚讲预言，讲以色列百姓的人生。虽然因有听见上帝话，总是因无要改变啊，直到国家败坏。也毋过马可伫遮引用即段话，是讲最后所来到世间，显明上帝权能甲稳定，对无？总是遐硬心的人安怎拒绝主？因无要看耶稣的权能呢？因认无上帝国是透过最后所来到即个世间。即群人确实伫仰望弥赛亚出现，总是真正弥赛亚来到因的中间的时阵，因看会看，嘛看无；听搁听，嘛无了解啊。上尾后即句话，敢若是奇刺的话，讲无恁试看觅嘛，无恁回心转意试看觅。恁若是真正会回心转意，上帝甲恁赦免啊，也毋过呢，遐个人犹原无要悔改。亲爱兄姊妹，亚正的譬如其实甲咱讲一项最要紧的代志，就是咱爱食做好的土地啊。因为最后所也的经济所讲的话，都伫咱的心田内底，会当结果子无？再问家己哈，会当有修行无？咱有备办好咱的心无？就亲像咱做伙听吼。也毋过，咱是毋是愿意互上帝来改变咱？歹势，我甲恁无啥熟识，无啥了解吼。恁知，上帝知，无事检菜嘛知，团都有可能嘛知吼。检菜嘛因为安尼，今日咱所做伙读到的譬如吼，神学家讲这是譬如中间的譬如，亲像了解譬如的锁匙。对无？每一个譬如，恁真正爱听嘛，爱听爱了解思考，爱去行，才有意思嘛吼。无太有啥物意义。今日咱所生活的世界太乱啦，无手机仔的野手，两个阿嬷无，赞，真好真好。有手机仔每一工无背的野手，我嘛无，哇，搁一位，就晒哦。咱太有机会看遮侪的物件，对无？看甲足趣味的，搁较少年，那个短影片可能更多吼。真紧几秒就看一个有诶无诶代志，当然有诶无诶，有诶嘛袂歹啦。甲恁讲吼，我进前服侍教会拢是大人，有一寡运动诶，有一个动作吼，我试过，教别人讲有效，等下礼拜继续甲恁分享，即摆无要演互你看。要毋过太侪时阵，咱接受伤侪诶物件，咱已经无机会静落来，好好来听上帝话啊。应该是安尼吼，是吗？就勇敢的回答，无说知影啥哦。要毋过，咱是毋是会当伫今日做一个决定，咱调整咱的心，备办好咱的心，愿咱会当有够遐的智慧。伫今日世代的内底，会当好好听见上帝按咱所举的经旨，爱听见、爱思考、爱了解、爱去行，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恩典，互阮有福气福分，会当领受你的话语。阮实在要承认，阮太侪时阵，亲像真正听无听见。
有看嘛袂了解。原先先做工，帮餐馆会当倒转来到你面头前，愿意真实来领受你的贵意。阮的心殿是准备好的，等你的贵意一来，阮会当成长，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而你献上感谢，恳求祈祷，奉教所祈祷圣尊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记着伫我心。唱了，我阁徛伫遮对，好，来分享一下。顶一遍有去真理大学，安尼行行的，挥挥手，叫我看一下，好无？耶，吼，有亲身到遐，谢谢，就知影好好换水吼。我来真正有目的呢，为着学校的管风琴来募款。这是咱的干事真正足优秀的，我甲伊分享讲，牧师敢有相片，哈，这是网络找得到的。等下，好对。正边的就是那个大礼拜堂外口安尼看过的形象吼，内底这间看出来偌悬，应该看会出来，毋知3层、4层、3、4层遐悬啦吼。这个管风琴吼，这个数字吼，台语念有点卡。1997年礼拜堂盖好，管风琴就装置完成哈，所以20多年变30年啊，好。嘿，起的时阵，台湾上大的，然后国家音乐厅盖完之后变第2大，现在呢第3大，为什么？魏武营的更大，哈，要么讲这是私人的上大的管风琴哈，管风琴真趣味，透过一个讲吼，会当发出声音。它有很多的音酸，音酸台语我不会讲，好算了，就是有一个方法拉一些东西出来，它可以模拟弦乐器。用现在用华语讲可以吗？这个台语翻我可能会昏倒。好，弦乐器或者是管乐或者是其他的乐器的声音。然后我们学校的管风琴哈有3240根管子。好，管风琴的大小不是看那个面多大，就是用管子的数量来分别的哈。下面一张有点看得懂吗？破去啊，感觉有断去啊。好，因为这完中吼，这材质是金属，但是我们学校在淡水，实在真的有点潮湿哈。过了几年哈，我有问过那个台湾这个男生那个刘信荣老师，管风琴专家，说其实如果要整修，可以换个材质。那个咱们台湾的那个塑胶水管那种较粗的，就较好啦，因为台湾吼金属的很容易坏掉，真的没办法。可是管风琴它就要有导风管，但是那个绕风，你看了解吼，绕风那吹起来就可以绕风。管风琴那些绕风就是会受到影响。当然现在还是可以弹，但是会有点好。对，所以目前因为刚好我到学校的时候就有机会调音，然后那个调音师要聊天，我说我可以进去看吗？他说好，我就爬进去，真的爬那个楼梯，哦，很酷，就进去，刚好就有机会看到，真的是，有点悲伤，就是很多的管子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个经过那个时间的演变哈，所以其实加上1997管风琴盖好，然后1999年有一件大事，讲1999想出来吗？921大地震。好，大地震之后啊，有一个很大的低音管从此就发不出声音了。为什么？台湾地震比较多是左右嘛，那个也有上下嘛，有没有印象？结果哇，那个上下哇，那个如果有机会，我们下次去真理大学参访，再开礼拜堂给你们看哈。那个最大支的那个最低音的那个哈，他那个就从此闭嘴，没办法发出声音了，因为整个咚就掉下来。可是他那一支哈，那个只能启动吊车，用那个原厂再回去把它弄回去，所以其实他2年之后就再也没发出那个低音了。可是除了那个低音之外，其他还有声音。但是其实管风琴状况真的是很需要维护。
但是这个维护哈，大概就是要上百万，这样噔噔噔，看到才有机会能够把它维修好啊。所以之前我们校牧主任王昌牧师有机会跟盛凯牧师分享，就讲起吼，若是会当吼，互咱校牧来教会分享一下，是为着管风气，毋是为着学校经费啊。学校经费是学校的运作是请咱撇册来祈祷，上帝引出，要么管风气是咱会当关心的。为什么伊要紧？其实吼，真理大学虽然是咱长老教会设的教会，知影吼，知倒一年设的？1965年，那一年有什么特别的？长老教会宣告100周年的时，决定无咱北部教会来努力一下，来设一个大专院校。好，所以迄时是咱做伙拍拼的北部的教会做伙来支持的。当然，进前有开会几啊年啊，我后来有现个8代医师了，足趣味的，伊有改名改足侪改，然后咱学校成立了嘛，改3改，要么是原来是专科学校，后来变管理学院，后来变真理大学。好，所以有一段改变的时间，要毋过迄是咱长老教会想讲好，因为过去咱有淡江中学对无？然后台南有中英中学、女中对无？要毋过大学生的无，所以才说的。要毋过目前咱学校教职员工因为我去得买一年啊，我旧年10月去的伫这过程中刚开始熟悉我的同事发现。基督徒不止少呢，真诶。即马学校一级主管因为校牧是校史馆分开多一个，其他教务长、总务长，然后学务长都不是基督徒啊。所以其实学校以什么方法来传福音？严格、死赶啦。要讲若是安尼破去，哇！无啥会用，要安怎？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即个事工。透过上水的经验，有啦，咱教会手信歌队赞，属性赞，年轻人优秀，真的。透过无共款的方法，会当分享上帝的福音，应该是上简单的，对无？你讲道理咱会认真听啦。要毋过毋是基督徒，你叫伊听，伊嘛听无。要毋讲唱诗歌，我去关心同事的时阵，有人甲我讲，我会晓唱几若条，有可能100条的诗歌，因为伊进前伫伊电基金会咧服侍，所以讲若是迄条歌我上爱，我讲无后一遍我私心礼拜来敬迄条，伊爱来礼拜，类似安尼。所以这是。真要紧，要有个人看袂到的代志，这是拄好我会当爬入去才看会到的。然后学校平常无伫募款，要毋过这是才有需要嘛。感谢上帝，感谢牧师，感谢小会接纳，互真理大学会当为着这真水的家去，台湾目前第3大的。好，所以祈祷是要紧的，奉献嘛真好。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关心学校即个事工，多谢。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第195首。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我的心是土地，爱种落。你的话，若是温困栽培，就要结实做做。圣诗第19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的心是土地。爱情路，你的话，若是温困栽培，就要结
心不移，关恶生死，我罪就要结实累累，主的道是真理，要中大伫心里，时常勉励，假使行较好主旨。请坐。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省，咱先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请以色列啦，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申命记6章4节。以色列啦，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申命记6章4节。好，咱来看下周圣经的分担。
领唱是赵一乐长老，司礼是周明雄执事，司琴是庄义林姊妹，献诗是圣歌队，司献是张义如执事甲柯玉佳执事，交台是张义如执事甲黄慧月弟兄，音控是陈佑珍弟兄跟张信群弟兄，讲告经理是李和传道师。拜三暗时，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伊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0章，司会是柯冠成长老。礼拜主理是李和传道师，伊的题目是我愿意。经文甲圣诗，请兄弟家己来参考，先来看安尼。好，请咱掀开周报的第6页。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第一项，本主日真感谢真理大学学校的牧师吴牧师来本会正道甲请安，而且为着真理大学的管风琴来遮募款，请兄弟为着这真理大学的管风琴来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伫遮我本人嘛代表教会甲牧师说多谢。第二项，亚华礼拜报名，2024年亚华礼拜定伫个9月15号，9月15号要去苗栗苑里的山骹教会，佫有要去参观即个仙草博物馆，报名费一个人是500。若有要参加的请到1楼的柜台来报名填写啦，会使向我本人，佫有恩心执事，是中豪执事来纳钱安尼。这截止日期是8月25号，就是后礼拜，所以兄弟会使来参考，赶紧来报名安尼。行程有伫周报的第8页，大家来参考第三项，教育团契组会议的通知，伫本主日11点20分，等下要伫个大会议室来召开会议，请组员老部来参加。第四项，洗礼前的信用课程通知，8月18，就今仔日的课程延后办理，就是伫后主日8月25号来上课，请有上课的兄弟爱注意这时间。上课时间后礼拜是定伫个下晡1点到4点。第五项，儿童主日开会通知，伫本主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地下室有准备下一季的课程，奇妙精神的教师共备聚会啦，这主日的老师，中昼有准备这中昼顿，请主日的这老师啦，个分班老师呢，拢会使备办心来参加。另外若是有意愿要来做伙来参加主日事工的兄弟，咱真欢迎伊主日嘛是真欠老师咱下一代爱好好来甲因栽培所以若是有这意愿的兄弟，拢会使即个赖韵如长老来报名参加啦就是中昼咱做伙留来食饭，下晡做伙来上课安尼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好，第六项，儿童主日升级礼拜后主日早起10点半到12点要举办这。每一年拢有啦主日升级礼拜就是这细囝要升到下一个年段安尼请兄弟为着教会囡仔每一个阶段的成长有主要所的保守引带来关心甲带导后礼拜11点到12点会伫个中庭有即个升水的活动所以咱兄弟出入的时阵爱较细腻若是有要做伙升水嘛是会使家己家私就要穿得好势迄囡仔嘛是足向的好，第7项，咱儿童主日才艺班开课就是9月就要开学咱暑假休落来时阵休困开学就要开课即届的课程有这手作班甲桌球班上课的日期，兄弟家己来参考。上课的时间就是在主日结束了后，11点到12点厝内底若有细囝要来参加，会使来开始报名到1楼柜台来写。好，第8项才有爱更正一下马纳团契的生活营咱这青年团契
周报顶悬写8月23到24，毋是哦吼，是8月24到25啦。吼，24到25，这拍毋着啊吼。生活营伫家人来举办，请咱为着这青年吼来关心大岛，嘛求主看顾因伫咧营会中间吼出入平安，吼伫信用顶悬嘛有一寡成长吼。好，第9项就是教会经常会甲牧师馆基金的这收支明细表啦吼，大家会使伫咧周报第9页，大家会使家己来参考来看吼。第10项，感恩节、圣诞节筹备小组开会通知，是伫咧后主日吼，主日12点半伫教会地下室要召开第3摆的会议，请咱同工吼来做伙参加，有传中到等。好，11项是感恩节活动吼，咱请这敬拜团吼，咱请主音来介绍。好。大家平安，我是主音，那我的 PPT， 好，我由我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咱今年感恩节音乐会安尼，好，其实我们在就是整个活动的设计啊，主要是伫旧年或是前几年，就是在那个见证，就是要讲见证啊，去做分享的时阵。其实，迄团长啊，在邀请大家来讲的时阵是足困难的，因为大家拢无想要主动来报名呢，所以今年就想说，其实想一个方法来，就是让大家降低那个上台的压力。那时候我们就改成调整说，就是用大家每个人生命当中，就是来分享一首你觉得就感动啊，就是很有就是领受的一首诗歌这样子。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就是详细的说明说，其实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分享这样子。那进行的方式也不是说你要站在台上自己一个人讲完全部，因为我知道这个对大家来说很有压力，所以主要会是有一个主持人，然后还会做串场，然后可能跟你去很像访问，这样问你说，那为什么你会选这首诗歌这样子？那大家应该就不会这么有压力了，就是因为你就变成说，我只要回答问题就好。然后就大家可以想象成很像是在听电台广播的电台点播歌的那种感觉。好，那下一页。好，那这边跟大家说明，我们大概预计就是8到10首的歌这样子。那再拜托大家就是踊跃报名，不要害羞。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想要就是每一个团契，就是我们想要就是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背景都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是设每个团契都有一个保障的名额，但是也没有说规定，就没有规定说这个团契你就是一定要出1个人，或是你这个团契一定要出来，就没有这个规定。但是主要是说，就是我们在大家可能如果说报名，就我期待啊，我很希望我祷告跟上帝祷告，就是我们报名呢是非常踊跃的。那我们就是会主要是以就是每一个团契，然后最先报名的人，那他一定是优先录取。那如果说今天有团契，他可能是刚好没有人报名，那这个名额释出来，我们就是会用你报名的顺序，就你先越早报名的话，就是越有机会这样子。好，所以大家拜托可以扫 QR code， 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 QR code。对，大家就是打开那个相机就可以了，就是打开相机，然后对准这个 QR code， 周报上面也有。那纸本的报名表就是在楼下办公室也有这样。上一页，等一下哦，上一页，嘿，还没讲完。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报名表目前呢是预计就收到9月8号这样子。对，好，那下一页。罗曼都没有人在扫 QR code， 我好紧张。真的好。我想说周报，你想要直接一整页给大家没有？好，然后我们报名表呢填的资料呢，主要就是基本资料，就可能是像姓名啊，然后你的联络方式，然后再来就是会稍微就是因为会调查一下说大家的团契这样子。那如果说没有参加团契的，其实就勾其他就可以了。
那可能这边大家就会有个问题是说，那到底是个人报名还是团体报名？那其实是主要以个人报名为主这样。但是如果你想要2个人，自己觉得1个人上台就很害怕、很害羞，想要2个人就没有问题，这样就是你想要一整个团体上来也都可以这样。好，那下一页，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去填写说你的诗歌的名称是什么，那你有没有已经有谱了这样子。然后如果有，就你已经有谱的话，我们之后会再跟你拿这样。然后再来就是简单的去分享这一首诗歌，就是让你感动的地方这样啊。如果这边大家懒得写字，就可以填电子的表单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用打字比较快。然后电子的话，就是会再跟大家收集连结啊，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就是版本，就 YouTube 的版本的话，可以直接贴连结。但我在纸本的，我就把这个删掉，因为我想说大家要写上去很奇怪。好，然后再来就分享的方式，我们非常的就是自由。就第一个，你可以选你到底要不要上台，就你也可以就是觉得你真的觉得上台太有压力了，你也可以说就选说你不想上台，你就把你要分享的东西写好。那主持人直接帮你念，这样子，这样有没有这样增加大家就是报名的意愿？拜托，对，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觉得说就是很愿意上台的话，你就是可以勾第一个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需要敬拜团就是协助跟你一起演奏这一首诗歌这样，那其实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就是了解说我们敬拜团，然后我一直相信，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敬拜，这样。我还没。好，然后所以你也可以选说，你不用，你可以自己准备你的音乐、你的伴奏，然后或者是说你需要，你在填下面，就是你觉得你需要敬拜团协助哪一些部分，这样子，就是你想要一起唱，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练习，或者说你会乐器，你想要一起演奏，这些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许愿说你想要有哪一些乐器，这样啊，这个就是要先说明，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人力的问题，所以就大家可以许愿，但不一定就是每一个都可以给这样。好，那最后就是也会先收集大家方便参与的时间，这样，或是说你觉得需要避开的时间。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哦。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跨越时空的敬拜，那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喜欢的诗歌一定都很不一样，那你那个创作者的年代啊背景一定都是很不同的。那其实我觉得，即便这些诗歌这么的不一样，可是它是一样可以感动我们的心，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定是这个跨越时空的敬拜，这样。好，那就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歌声是作为一个祭，那献给我们的神，这样。那谢谢大家，就拜托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好，谢谢。好，毋知今日有心来音乐好，这是咱来唱平安礼，来互相请安。互咱做伙来唱。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人的行义。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叫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叫做称，因为耶稣。我已享受主我名，我已给了
咱来吟说要面的圣诗，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咱请欧牧师来祝祷。愿主要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深深感动，引带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这是礼拜已经散会。